真正懂易經嘅人，唔單止淨係識匿響角落頭幫人算命，呢句話我係非常之認同嘅。睇歷代先賢，邊一個唔係響設寰宇嘅人物？易經嘅智慧運用得出神入化。不過咁樣嘅人，人人羨慕，你都要有真本事先得。我響呢30餘年專注水晶能量場，擅長八字命理占卜，開啟高維靈性嘅意識連接。過去通過幫人得到咗大家嘅肯定，感受到因為我改變而改變嘅快樂，亦都得到同行嘅認可。作為一個命理師傅，我只係追求我懂事後父母俾我嘅第一本書攞起身做，一直熱愛。冥冥之中，或者呢啲就係叫注定。亦都希望把傳統文化用我個綿綿力量話俾大家聽，易經係經歷咗1000年嘅東方智慧，留俾我哋使用嘅工具。就好似呢位女士諮詢感情時嘅八字，顯示出婚姻宮受損，官星受損嚴重。我就預判佢婚姻存在住重大嘅隱患，都有提出晚婚嘅建議同埋風水調整嘅方案。不過佢堅持閃婚，結果婚後呢位女士亦都發現咗老公的確係中意賭博，財務糾紛仲不斷咁升級，最終導致婚姻破裂。邏輯從嚟都係響時間中揾到答案，亦都展現出傳統文化中福和無門、為人自招嘅深刻哲理。